聖經講，在呢個箴言書17第20節咁樣講到，人嘅心中唔正，要查下嘅心，唔要得到快樂。係咪啦？因為嘅心中你唔正，佢做嘅事情，行嘅路，佢今日嘅心中你唔有甜，所以佢得唔到呢個快樂，得唔到呢個福氣。嗱，人嘅心嘛偏嚟偏去，會跌落傷害落幾切㗎。嗱，心中你唔正，心嘛你會偏嚟偏去講咩？意思偏出發泄，也係會傷害到佢嘅當下。嗱，箴言書17、27節咁樣講到，人要聰明嘅人，嗱，佢要大喊一個口話，聰明嘅人一個話冇論出，唔會傷害到人嘅話。意思嚟講，要靈感嘅人，要靈發嘅人，一個頭腦嘅病人嘅，唔會通啊通發聲，唔會通啊通傷血，唔會通啊通不壓。嗱，呢條聰明要靈發嘅人，唔會亂來去做上過嘅，行嘅路線也要上過嘅，攏做去做到。要本人得到福嘅，嗱，也就係要求上帝嘅恩典嚟做上帝嘅恩典嚟行，因為上帝就係愛，是間要上帝嘅愛嚟講充滿到嘅心中，是間能夠做到突突節節，要人得福，要人得到恩典，阿門。